好多以前一齊讀 law 嘅 friend，去到最後都冇做到律師，到底點解呢？細個成日聽阿媽講，努力讀書大過做醫生做律師，呢句說話令到我哋成日覺得律師係一份好高尚、好好嘅工作。但係到咗而家，好多新一代都會講話：喂阿媽，我要做 KOL 啦！唔係講笑㗎，真係反映咗時代變咗。我哋呢代人揾工最緊要自己中意，有新鮮感，又有彈性。連我自己都拍片啦。其實律師呢一個行業最大嘅落差係，想像中嘅律師喺上庭辯論好刺激，實際上有好多律師都係韞喺間房，對住山一樣咁高嘅文件改嚟改去 ，search 嚟 search 去，重複到懷疑人生。有啲範疇嘅律師，成世人除咗宣誓嗰下之外，都未必可以上一次庭，反而似一部好貴嘅文書處理器。加上工時長、壓力大，又冇生活。但係外界呢，仲以為我哋生活無憂，我只可以講話：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咯。而家新嘅一代要靈活，要自主，呢行咁傳統嘅 expectation 真係會嚇走好多人。咁點解我仲堅持做緊呢行呢？咁係因為我喺我份工入面揾到屬於我自己嘅節奏，中意幫人分析，中意拆解一啲難題。讀 law 訓練出嚟嘅邏輯同埋耐性，其實去到邊都有用，唔一定要留喺 law firm 嘅。所以工種並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係你知唔知道你最想要嘅工作或者生活模式。希望你都可以揾到屬於你嘅工作啦。